为着抑搁伫路中的兄弟来祈祷，求上帝互因会当顺遂来到礼拜堂做伙来敬拜。咱也要为着所有的同工来祈祷，求主纪念阮的服侍，补添阮的不足，也求主会当互今仔日的礼拜诚做芳芳的献祭。咱也要为着今仔日洗礼甲转职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互因伫今仔日所立的心志，会当坚持到一生。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是你呼召阮来诚做你的囝子，用恩典诚做阮生命的记号。主，今仔日的礼拜，阮要恭恭敬敬放踮你的手中，愿你继续来扶持帮咱引带。愿你诚做即个礼拜的主，主啊，也搁伫路中的兄弟甲新朋友，求你来引带伊无受阻碍，顺遂来到礼拜堂来调祭你。阮为着所有的同工来祈祷，因服侍上帝佮服侍正人的时，愿阮诚做因的帮衬佮同工，用祈祷互因的服侍得到大大的祝福。主，你也亲自诚做阮的同工来引带佮保守每一个服侍的细节。主，阮也将今仔日要洗礼、要转职的兄弟放踮你的手中，因所下的心志，就算是信心无够也求你加添到完全。佮一摆恭恭敬敬，将今仔日的礼拜放踮你的手中。诚做芳芳的祭，愿你家己感纳。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请咱各一摆检查咱的手机，互咱的手机会当安静，互咱的心也会当安静，准备来调祭咱的主。
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养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着夸耀伊的圣名，愿祈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着我靠上主甲伊的权能，不时祈求见伊的面，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恁着孝念伊奇妙的作为，孝念伊的心力，甲伊所讲判断的话。咱即时要三到吟诗圣诗27首，咱要吟全首。上帝做咱代代帮赞，上帝做咱拜拜做在，请起立来吟。咱游玩徛咧，要用书读圣经来个别人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地，创造天地之海。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耶稣，伊对人生抛开，对人生活来自死，伊温柔了多平安幸福，定是的是爱中的礼物，也将你对象中的我，请你他。
请坐。咱即时要下头来祈祷，慈悲听从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正式的兄姐，伫你圣的主日来到圣殿，要来敬拜你。主啊，阮有时亲像通往以马忤斯的门徒，心中充满着失望，目睭无法度认出你，时常靠家己的能力要来计描家己的道路。有时，阮听你的道，却无真正的相信。求你赦免阮冷淡的心、迷失的脚步。愿你的慈悲搁一遍临到阮，拍开阮属灵的目睭，互阮看见你的同在。主啊，你应允阮讲，阮也认讲阮的罪。上帝，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就要赦免阮拢总的罪，洗清阮一切不义。感谢耶稣基督的保护，互阮得赦免、得自由。主啊，阮感谢你的听超过阮的过失，你的告我带来活命的愿望，你的话语叫阮心中火热。阮感谢你的听永远无煞，你精选呼召引带今仔日要受洗兄姐，因为你的听灵甲因，互因的心被感动。愿你悔改受洗归入基督，进入你的国度，成做你的子民。这是你的工，阮感谢你，互阮参与伫其中。求你坚固今仔日受洗每一个兄弟的信心，互因的一生行伫主的道路，无世界来带走。愿咱做因属灵的亲人，用听陪伴，用真理引带。用祈祷三扶持，主啊，阮即时嘛要特别为阮所敬听的林牧师来祈祷，恳求圣神甲伊同在，高抹伊的喙，互伊传讲你的信息的时，带来透放、安慰、医治的快乐，互阮冷淡的心，亲像以马忤斯的门徒，搁一遍火热起来，坚持跑走伫主所引出的道路。主啊，阮来祈祷也是无完全，阮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主祷文，同声来祈祷。咱即时要来启应，启应文36篇，我来启会众来印。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腰喙大心无义的人有福气，人民人的人有福气。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伊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接累骂恁、困毒恁、诽谤恁万项的歹，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的报赏是大的。因为恁以前的先知人，慢慢困着伊。接着，咱要赞美、念经、打出声，正歌队。
感谢圣歌队用这水的诗歌带领咱来敬拜上帝，愿一切荣耀拢归于主。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24章13到16节。我要用现代台语译本汉语版来读。像迄日门徒中有2个人要去一个庄头，叫做以马五斯。这个所在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因伫路中互相咧谈论所发生隆重的代志。15节，因谈论来谈论去的时，耶稣亲身行过来，甲因做阵行。因看见，毋过袂认得。今仔咱所敬听的林牧师要甲咱传讲的信息是。通往以马五斯的路，通往以马五斯的路。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话，愿上帝做听伊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各位兄弟平安，伫咱领受信息之前，咱搁一摆做伙用祈祷来准备咱的心。特别上帝，阮伫遮搁一摆恭恭敬敬来向你讲，主你讲话，阮就听。祝福阮有话当听的耳，话当受教的心，听得明白，搁有气力去行。互阮所领受的，诚做每一工生活的准则甲智慧。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日用通往以马五斯的路，甲大家做伙分享，因为这是路加福音，也就是咱每日亮光、每日新眼光所读进度。伫耶稣搁活了后，伫路加福音记载上重要的一个故事。其实耶稣搁活了后，毋是故事就结束，故事就结束，是故事爱结束。顶一个主日，咱做伙伫遮欢喜庆祝主耶稣的国活，但是咱会发觉新约福音书内底，无论是倒一个福音书，伊的故事毋是停留伫耶稣国活就结束，甚至嘛毋是停留伫耶稣上天了就结束。咱发现耶稣国活了，甲门徒有真侪互动，真侪谈论，也带来搁较侪教导甲吩咐。耶稣上天了，故事嘛无结束，因为门徒用祈祷一段时间的祈祷来准备，这叫做马可楼的祈祷。圣神伫五旬节时阵就降临，耶路撒冷教会就安尼起造起来。所以，咱通安尼讲，过活了后，故事继续。无论是耶稣的故事，也是信徒。门徒的故事，犹有教会的故事，才单单要开始尔。今仔日的经文就是耶稣过活了后，煞接伫后壁的故事。今仔日所选读的经文是13到16节，通讲是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尔。然后来个长有一段的经文，就要展开继续进行，互咱看见整个故事安那进展。这个故事为以马五斯往以马五斯的路程开始，对耶路撒冷到以马五斯，然后最后要转去到耶路撒冷，完全的故事才结束。是为24章的13节一直到49节，这是一个足特别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内底的主角毋是核心的同工，不是核心同工。这个故事嘛是一个真典型的国活见证的故事。因为咱若斟酌去看，无论倒一个福音书，国活的见证人有真侪拢毋是使徒，甚至中间有一寡人连名嘛无，
甲今仔日的故事有淡薄共款。但是咱爱先转去看，今仔的故事进前，伫耶稣过活、过活了后，门徒是一什么款的状况？咱会看见伫故事的记载头前迄段，其实耶稣过活了后，已经互一寡门徒看去，但是大家好像那亲像抑阁伫迄款伤心，也是讲哀伤的迄款情绪内底，无法度真正相信。虽然已经看去，真正张毒，那亲像因抑阁沉沦伫迄款过去的情绪内底，就是伫耶稣受苦受死的迄个情绪内底，因忽略耶稣预言，毋是干那受苦受死，毋是干那十字架。耶稣预言第3日对世人中国活，因忽略耶稣预言迄个未来性，因忽略拯救是一个现在完成进行的过程，现在完成进行式。所以咱爱先看这段故事是安那描写，安那进展。今仔日这段故事足趣味，因为是一段耶稣，一段门徒，一段门徒，一段耶稣，安尼交替在进行。一开始是两个门徒伫以马忤斯的路上，因两个因为伫一个11公里，人讲25里就是11公里，一天会当行的长的路程内底，因为路真远。就做伙伫遐谈论上新上热的新闻，就是耶稣受审判、受苦、受定。然后小可讲到耶稣那亲像有互人看见，但是无足确定。讲咧，耶稣就半路加入因。这是一段无捌耶稣的同行，这两个门徒甲耶稣相同行。但是伊还阁沉沦伫伊家己的哀愁的迄个情绪内底，因的谈论内底，就算是耶稣加入因，就算是因已经看见耶稣，就算是耶稣嘛看见因的忧愁，就算是耶稣甲因讲圣经，因毋捌伊，所以耶稣就吐气，哎呀，戆呢。讲因仔，恁信了太钝了，恁信了太钝了。但是耶稣吐气了，毋是讲就放弃因，耶稣继续照耐性，甲因讲解圣经，为摩西开始讲，讲甲整个上帝应允怎样成全。然后因为讲了，耶稣教示当然是真好，门徒感觉听了无够呀，目的地已经到，就邀请耶稣做伙住，做伙啉食。所以他才通好讲，迄个较无真理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耶稣就入去，耶稣就入去。入去了后，因为一天的路程真正遥也真正忝，所以爱做伙食暗顿。这是犹太人的习惯，咱就看见故事伫遮有一个足大的反转，因为耶稣被拼、注射，然后消失。耶稣被拼、注射，然后就消失，无过来啊！阮都真戆呀，讲安那安尼？毋是爱做伙食饭，做伙继续谈论。但是因戆呀了，无就停伫遐讲，哎呀，忝啊，先来困，嘛无讲枵啊，无先食一下。因彼此讲，咱的心真热，敢毋是耶稣讲的时，虽然迄阵啊无认出伊，直到伊被拼，咱才认出来。但是咱的心是火热的，那亲像火在倒，所以咱就起来，因就随时起来。当伊到耶路撒冷，搁行一天的路，伫迄个真忝、真枵的时阵，等到耶路撒冷门徒所住即个所在，就看见
其他的门徒嘛伫遐讲耶稣的代志，因就加入因，然后做伙分享对耶稣佮我无共款的经历。然后这时耶稣佮一摆出现，佮一摆出现，互因看去。一摆出现的耶稣无佮消息，一摆出现的耶稣就甲因做伙啉食。足趣味的是一开始，耶稣出现的时阵，阮都有淡薄着惊，毋知伊是国外还是 ghost。但是耶稣对因讲一句足趣味的话，足好、足安慰的话。耶稣讲：愿恁平安。耶稣甲因做伙啉食，耶稣互因看伊的手甲骹，证实伊是国外的主。然后耶稣甲因吩咐讲：就伫遮等待伊的差遣。然后这个故事才安尼完全结束。对13节到49节，这个故事真长。这个故事是路加福音耶稣过完了后上重要的故事。为着要讲即讲，我选了100话吼，我看差不多20百，各种时代的通语以马五书的咯。但是我选100，这是19世纪真近的，毋是因为伊风景上水。看起来较亲近，因为画风甲咱较差不多，较无像古早时代的话，是因为这3个人面目模糊，看袂清楚。为虾米来讲？咱看中迄个知影是耶稣吼，因为穿白衫嘛，足熟悉迄个形。但是咱看见迄个倒边迄个，只有背影，看无面。正边迄个看有面，但是一把胡鬚嘛是看袂清楚。为虾米100话是我感觉对以马五书这条路的路程上好用图画来诠释？因为以马五书的路程是路加福音足特别、足独特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常常互人忽略，因为伊的主角毋是彼得，毋是约翰，毋是雅各，毋是12使徒另外一个，任何一个，甚至毋是犹大。这2个门徒，一个是有名叫做革流巴，但是无生平故事的人，出现一届无啊。以后伊发生啥物代志，有啥物成就，去倒位传福音，无人知。另外一个门徒，干脆没有名字。无名的门徒，所以这个故事因为安尼足特别。这个故事要甲咱讲，路加福音的主题是普通人的福音，是善车人的福音。这个故事符合路加福音讲，传福音予善车的人。4章18节，这个故事提醒咱，因为善车人是上帝国的子民。路加福音第6章20节，耶稣是上帝的圣囝，但是伊进入到真平凡的人间，看入一般人的需要。咱对伊来讲，拢是善车的人。但是耶稣主动亲近咱，来帮咱，来满足，来医治，来安慰。所以咱来学耶稣的款式，咱去传福音，毋好干那要传互咱隔壁的，共一个办公室的，共一个社区的，共一个社团的，共一个街站的人。咱来学耶稣共款跨界，行出咱的舒适圈。去到甲咱无共街站的人，全联的店员、卖菜阿嬷、破病人、路边顶地在哭的无捌的人，因为耶稣就是安尼做。
咱莫自我中心，感觉我爱伫我的迄个舒适圈内底生活，传福音就好。咱来亲像耶稣，永远去到边边仔的所在，去到连咱拢无注意、无认捌、不在意，伫遐人群中间，将福音传福音。对咱来讲，这是一个无名的门徒，但是耶稣看重伊。耶稣弃绝遐有学问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头，但是耶稣进入迄个无读册、掠鱼的、遐抽象的、遐个罪人，甚至是犯罪的妇人啊！所以我常常鼓励讲，咱来去探访遐个破病，为心内忧闷的人祈祷。因为这才是耶稣传福音真正的款式，因为伊看入因的需要，就将上帝国的福音传予伊，带来安慰、医治的大困难。通往伊玛乌斯的路是甲主同行的路。坎特伯里大主教安瑟伦安尼讲，信用带来理解，这是无毋对的。但是伫信用之前，要有一项事，伊无讲到，就是今仔日伊玛乌斯路中，迄两个门徒彼此谈论发现的一项重要的事。因为两个门徒伫耶稣消失了，因彼此讲一项事。因讲，伊伫路中甲咱讲话，甲咱说明圣经的事，咱的心。减无亲像火的道，减无亲像火的道，这就是伫信心看见进前，迄个热情，迄个感动。咱可能无足理解为虾米真感动，咱若讲袂清楚为虾米遮热，但是这就是上帝开力的开始运作的过程。然后看见这款的火热，这款的感动，因为这款的火热，这款的感动会引带咱进入到信用，然后咱伫信用内底就会道道理解真理，道道理解上帝的心意。这个火热也是一款上好的动力，因为有火在道，咱就会随时行动。所以这两个门徒就拔转头，等去到耶路撒冷。搁行一天的路，无嫌艰苦遥饿，去甲其他的门徒报耶稣国话的好消息。所以热情真正重要。第四，因虽然信心一顿，互耶稣小可那亲像甲因吐开，互恁实在信了有够顿啊！恁哪会遮动戆啊？但是耶稣其实无气嫌伊。咱有当时嘛真顿吼，嘛戆，敢毋是？但是耶稣嘛无气嫌咱，耶稣看咱顿就继续耐心甲咱教导，甚至咱有当时那亲像找无路，伫迄个人生的憔悴内底迷路，耶稣嘛无放散咱，会继续甲咱相同行。虽然咱无一定感觉伊伫甲咱相同行。所以，心内也这你莫惊，你毋好惊。伫信心无够野的时阵，伫看无前路的时阵，耶稣要求教咱相同行。这可能是干那一段路的故事，通往伊玛乌斯的故事，但是对迄两个门徒来讲，却是。甲耶稣更较熟悉，然后一生甲主相同行的开始。我相信，虽然圣经无记载，但是因一生一定有真侪故事，是咱毋知，但是主知，伊嘛家己知。亲像咱嘛是迄个无名的门徒，人无熟悉咱，但是咱要甲主相同行，一直到一生的路尾。即款甲主相同行的过程，会互咱人生内底有关山有低谷，有流目屎嘛有欢喜的代志的时阵，
这个拢是咱生命中间上水的宝贝，上温暖、上光明的珍珠，要互咱伫人生的暗暝，犹阁看见头前的路。所以咱伫遮嘛要做伙来看两个今仔日要洗礼的姊妹，因甲主三同行经历主的故事。第一位是赖家伟姐妹，伊的故事亲像安尼。我叫做赖家伟，那我是开服饰业的，然后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陪伴我的爸爸妈妈跟阿嬷，因为他们年纪真的是比较偏长，然后所以很需要陪伴。我们家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只是就是一般像大家说有什么需要他们去拜拜这样子，但是不是特别的信仰。大概10年前，然后爸爸有一次胃出血，然后那一次就是急诊去医院，然后在医院的时候，医生不是就会检查，然后是会跟我们讲说，你明天来听报告什么，然后医生就是很严肃的跟我们讲说什么，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没有信仰嘛，然后只能就到处求神拜佛。因为从小就有妈妈的同学，然后是林素安阿姨跟吴志昌长老，可能在遇到之前，我都会跟阿姨讲说，有什么状况，然后阿姨那天晚上就帮爸爸按手祷告，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就听到阿姨跟神对话的感觉。阿姨帮爸爸祷告之后，他就叫我们大家安心嘛。隔天我们就一大早就去等医生听报告，医生就说没事。然后那时候也是我觉得，可是医生跟我们讲说很害怕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那次之后就开始接触到基督教，就开始阿姨教我怎么祷告，然后我就每天都会就是睡前祷告，就是一直从大概10年前到现在。就是去年开始，阿姨送了我一本那个圣经，然后我去年开始读圣经，然后就是边读的时候，我就会慢慢觉得，可能刚好今天读到什么，然后可能在路上，看到就是有一些教会外面会有圣经一小段，就刚好觉得，怎么刚好对到，那也就是说，那就是神在跟你对话，然后就慢慢也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不喜欢看医生。阿姨就叫我说，你就请求去医治他们，然后所以当他们有的时候不舒服或什么，然后我就会马上祷告，然后祷告之后就很明显的就是得到拯救，然后就更有信心。我也会帮就是身边的人祷告嘛，我希望我帮他们祷告，他们可以慢慢的感受到，就真的圣灵在保护他们，因为讲他们一定不会觉得，一定要他们自己感受，然后。我希望他们感受之后，可以真正觉得神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真神，可以去帮助他们。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的应复辟我。第二个见证是陈爱咪姐妹的见证，咱这回来看。其实接触到基督的信仰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双连附近，然后一直都有这种的接触，可是就没有人带我进这个门。那后来到国外去以后，我的一个基督朋友非常非常的爱心，就是行基督的形象给我们看。在这20几年的当中，当然我全信的，可是一直都没有受洗。不过我很感谢我的先生，他在3年前已经接受受洗了，对，新的生命已经开始。我也很怀疑，因为当他受洗完了以后，我们2个夫妻的征战才一直开始，很多很多的争吵，让我不得不很认真的思考说 What's going on？ 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价值观的不同，还是理念的不同，还是什么的不同？后来我就一心渴慕，我觉得我心中的答案没有办法去除掉，因为我家里有供奉神明，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传统的拜拜的，那我们有供奉这些神明，那也感谢先生，因为他的一小步是我的一大步，因为他受洗了，所以我很认真的思考，
那我想上帝应该有听到我的声音，就派了一个天使过来了。这个天使是我从来不认识的，那也是一个朋友的太太，然后就来跟我讲，那我家里的这个神明怎么办？因为我跟我先生有很多的冲突，那他就跟我讲说，其实这个其实是跟做生意一样，你跟神要有契约。那既然他跟你这个买卖契约一直没有在成对的时候，没有承诺的时候，也不能一直拖着。当下的那个他一番话，已经在我心里面已经刻住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我要的答案。我自己一直跨不过去，是因为我对神有承诺，我不能背弃自己的承诺，不能做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就一跨就是20几年。我先生告诉我，我先生真的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是亦师亦友，真的是。然后他告诉我说，你回去以后你就去双年教会，他特别给我讲，因为在你们娘家附近，对，你就去双年教会。我说我自己一个人，没有人介绍。你说没有关系，你是神的羊群，他会牧你的，你就进去就对了。然后我也很庆幸的就进到双年教会，然后就碰到我们的梁牧师跟薛牧师，对，然后就这样子一路很顺很顺的帮我接着。那我觉得梁牧师就告诉我说，那你就去松联团契。我就礼拜天参加主日完以后，就星期一就去松联团契，到现在。因为我很爱唱歌，然后我也会在唱歌当中得到很多的感动。我回来以后，我也想要参加合唱团，然后我们的一位那个翠薇姐就告诉我说，来呀，我在老五一的合唱团啊，你来参加啊。对，然后也参加小组。那这些小组其实都不是我自己去的，都是神的安排，真的是神的安排。我每次主日完以后我就回去了，因为人太多，我就走楼梯，就碰到我们的小组的组长陈婉芬，就告诉我说，你要去哪？我说我回家。来参加我们的小组。我说什么小组？他说幸福得人小组。我说干嘛？你进来就知道了。对，就参加小组了。对，那他也是我们合唱团的团长，所以也是因为合唱团认识的，所以他就把我找进去了。就这样子，就是都是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非常非常的喜乐，我非常非常的平安。对，所以我就觉得双年真的是我的一个新的 family， 新的家庭，而且每个姐妹都很照顾我，都对我很好，所以我就很开心。有一次我来主日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一个 PowerPoint， 就是那个什么深造班，那我就觉得，这个一定是让你的灵命会更成长的，所以我就来不及的时候，我就赶快用手机把它拍下来。对，然后拍下来以后看到，牧师是梁维珍，我说哇，好棒，他很会讲，然后我很喜欢，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去参加这个班。结果参加这个班才知道，哇，原来这个是受洗。我觉得这个也很好，丰富我的生命，让我更认识神，也真的很棒。就是一步一步走，我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到主的怀抱里面。对，咱知上帝互万行事斗斗来，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旨意受呼召的人。所以洗礼了，故事爱继续哦。亲爱兄姐，今仔日是洗礼的日子，但是洗礼了后，咱来继续生活，嘛继续工作。生活需要有期待，需要有愿望，故事才有法度继续开展。咱拢是平凡的一般普通人，但是咱的生命要骨需要愿望甲期待。咱有时咧读圣经会感觉讲12使徒是耶稣上重视的，但是今仔日的故事甲咱讲另外一项事，就是咱可能无足地义，而且个连麦芽拢无，也是讲无写生病的激流吧。但是耶稣看重因，甲因相同行，像咱同款，咱嘛是迄个无名、主宰命的门徒，主看重咱，甲咱相同行。所以甲主同行这个过程，就加做咱上重要的经历，上深的记忆，上值得讲的故事。伫未来的时阵，
咱可能会拄着挑战甲困难，也会诚侪咱的困难，甲咱的愿望。通往伊妈五事的路，是甲主相同行的路。通往一个平凡小村社的故事，是因为安尼有主同行，就无平凡。耶稣搁话继续有伊的故事，也咱的故事。洗礼了后，咱的故事嘛爱继续。也请为着今仔日新洗礼、新转接加入相连的兄弟祈祷，互因的故事会当丰丰富富继续，也分享伊的故事，传互因无身边的人，互因甲主同行，经历耶稣，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是你亲自呼召阮，诚做你的囝儿，赏赐阮管理来诚做最后所的门徒，为安尼献上极大的感谢。但阮的兄弟要受洗转接加入相连，搁较重要是加入上帝国的大家庭。主你坚固因的信心，伫因无教业的心就加添你家己的大困难，互因跟对你的脚步，直到一生的煞尾。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会众请起立，咱即时要来唱圣诗469首，你兼有受建主，互伊洗清气。
请坐，咱即时要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咱来做感恩的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赏赐阮教业遮清闲，嘛使阮身体健康，灵魂清醒。主啊，阮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主，阮要将毋若要献上阮淡薄的金钱，阮搁要紧要献上阮的财前、阮的时间、阮的一生，伫你面前，愿主你来感纳。阮安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求，阿门。请坐，来接受圣礼典，主任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即时要来进行圣礼典洗礼。咱首先来进行圣灵洗礼甲更新礼。咱今日有3位，2位圣灵洗礼，就是赖家伟姊妹、甲简世超兄弟，以及更新礼廖志平兄弟。
这个时阵，咱准备心来举行圣礼典。阮得到帮赞是瓦克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搁我了后，也未上天的在先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假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第五顺节的是彼得对众人传福音，伊对听见的人安尼讲：恁着悔改，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教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所以，亲像迄个时阵，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恁要深信，恁若真实悔改，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诚做你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恁三位今日要接受洗礼，恁着伫众人甲上帝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无？这个时阵，咱请正会长起立。来这边。来这位，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请四操，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啊，咱祭平常是虔信礼哈，所以免滴水。好，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加胜。佮愿恁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欠。当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接受洗礼，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互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年教会小会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加新的约的稳定。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稳定，用这个圣礼典接入你的囝儿进入你的教会。主啊，愿你祝福因，求你用你的圣神降落伫因顶面来坚固因，用稳定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当因拄着试探的时，恳求主亦当保护因，互因当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求你用你的快乐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互因让一世人服侍你。亲爱的主啊，恳求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互阮通过这洗礼，洗礼典，
互阮明白洗礼的意义，也互阮会当尽忠军队立一世人。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迄个没有，请留步哈。请留步。咱这时阵要请咱教会牧师甲小会员来做接纳，吼阿手来接纳。恭喜！一个礼物，吼，甲证书要赠送互因。恭喜！请恁向后转吼，牧师来介绍一下向后转，嘿。我对这边还是来介绍哈，嘉伟哈，赖嘉伟，好，咱请介绍伊的时阵吼，伊的朋友啊，伊的小组员啊，伊的亲人拢会当去啉吼。好，咱做位去来，咱发鼓掌来欢迎一下哈。好，伊都只有见证哈，咱有看到伊的见证哈。好，请坐哈。第二位是简世超医师哈，伊是急诊科的医师哈。好，请坐哈。那个是廖继平，弟兄哈。苏慧杰先生哈。好，先暂时回座哈。咱今晚还回座哈。接下咱要来进行小礼洗礼，让两个小朋友咱注意来听马可福音书的记载，有人带细囝来就问耶稣，要互伊摸。学生接鼻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来就问我，无得见面，因为上帝国是这号人的。我实实在恁讲，囡仔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还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也无明白这个事，要据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的后裔。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厝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这时阵，恁带恁的细囝来到正人甲上帝面前，恁的细囝要接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瓦靠上帝所赏赐的快乐，
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利用基督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你有约要安尼行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守这个约。这时阵，咱要来进行小仪式咧，会众请起立。要活好，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离开，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悲惨会员，有份伫新的约的稳定。当这细囝的父母甲会长亲自作证，也甲因分摊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伊接受坚信呢。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恳求你保守照顾。伫你面前，这两位细囝，因带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求你将稳定、丰丰富富赏赐互因，因带因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叫因脱离少年的有隙，直到成年的时，会当家己告别家己的信仰，会当坚持到落尾。亲爱的主上帝。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也捌伫拿撒勒过世间的生活，愿恳求你祝福这世间的家庭，求你赏赐互因的父母以及必若照顾伊的人，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这世间，通伫你的听内面来成长。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恭喜，恭喜恭喜！好，您向后转哈。牧师来介绍哈。其实爱介绍这家庭啦哈，因为家庭拢转回籍哈，入来哈，就是廖卫顺、洪安丽哈，爱甲三囡仔哈，你好、祝好、我好哈，拢伫遐哈。安丽是迄个朱安美老师的表妹啊，所以这外号是甲阿芬共辈啊哈。来是迄个朱浩甲彩玲啊，郑浩甲彩玲吼，个囝玉凯哈。请因的亲人起立吼，好无？迄个洪泽好，还有一位迄个咱转会籍来甲咱中间的吼，迄个柯黄文姐哈，文姐哈，伊是浩中的妈妈，好，欢迎欢迎。请回座哈。报告，遗体关怀，本会会友成龙志兄弟伫4月16安乐主怀，定伫5月7日，
下晡2点，伫教会7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参与，愿上帝安慰遗嘱。第2点，恭喜本会会友刘宗安兄弟、甲郭家平姊妹伫4月18生下一个真古水的查甫囡仔。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感谢主，我成功哦！感谢大家代祷甲祝福。卢博庄讲义所委员会消息，专题讲座对台湾的视角，看川普总统对世界局势的影响。讲员教育人国策院副院长，专业领域是美日关系甲军事同盟、日本国防政策甲国防工业、印太安全议题、两岸关系的研究内容。川普胜选了后，关税促使以及关税威胁的不断，究竟川普政府对企图来解决什么款的问题？对各国有可能造成什么款的冲击？咱斗阵来听对美中两岸局势有深入研究的教育人博士来分析甲分享。时间就是今仔4月27本主日，地点伫10楼的礼拜堂，就是这个所在吼。第3场礼拜结束了，你若有报名的有简餐，咱就会当去伫外口领简餐这专题演讲无限报名的人拢总自由会当入座来听。第3场结束礼拜后，就当去领餐把握时间。上重要就讲本次无直播，观众嘛袂得伫咱场内来录音、摄影，还是做电视，还是电台转播，请咱大家注意。以上有足侪代志咱时间拢记载伫周报顶面咱也摕转去会当为着这个时间代祷甲关心接下来请牧师来欢迎来宾。毋知咱中间有第一摆做伙礼拜的兄弟甲新朋友无？若无互咱搁一摆拍破，因为咱说咧遮个兄弟因的厝里人可能第一届就是双连教会咱搁一摆甲因欢迎，一摆欢迎，永远欢迎好。来接受咱起立来唱上行509首，俄罗天父万恶本源。做伙来领受祝福，愿恁平安，因为咱的主已经过活。愿恁保养这个好消息，互恁见若拄着的人，就福音的好处要分享互因，互因的性命得到转变更新，互因得到拯救的大恩典。各愿意咱咧行的时阵，最后所基督国外的大困难，圣神的引带甲保护。天父上帝教业的恩典之爱，甲恁三甲伫地，直到世界的落尾。阿门。
请坐，欲倒谢阮强受垂恳。